朋友們，早上好。今天講一下2026年1月22號星期四指盤前分析。昨天指震向上，多方稍微了點優勢。昨天指開盤的時候在26,500點之下，不過很快多空雙方就在26,500點附近激烈交戰，就好像兩個實力相當的對手在賽場上傾過你死我活，最後多方力量更勝一籌，夜盤收在26,616點。從大的圖形來看，日線級多空分界黃線是微微向上的，從26,360點上移到26,404點，而且昨天指一直穩穩地守在這條線之上，即使多空分界綠線又重新回到了大圖多空分界紅線之上，這就好比一場戰鬥中，一方已經具了有利地形，說明多方力量優，大市有機會繼續向上反彈。不過，指在26,700點至27,300點之間出現了很多個頂底，這些頂底位現在都可能成為咗力位，就像前進路上的一道道關卡。現在大家都在猜測，大市是否已經真正轉好，多方有沒有足夠的力量一級地破這些關卡呢？這就得看市場接下來怎麼發展啦。先給大家整理了一下關鍵位置，核心區域在26,557點，大圖多空分界點到26,601點，即是多空分界點。支撐位有26,500、26,410、26,300至26,350點，26,200、26,000至26,100點。阻力位有26,650、26,700、26,880、26,960、27,000至27,080點，27,200至27,256點。操作建議方面，日內還是要繼續結合技術圖形動態判斷，這裏要提醒一下，文中所有圖示都是有 peak power 值，即是指示系統自動產生的，而且以上分析僅供參考，市場有風險，投資買賣必須謹慎。如果家人有興趣參與 peak power 即是指示系統分享交流群組微信，歡迎掃碼加入。大家覺得接下來只會突破阻力位繼續上漲，還是會預咗回落呢？歡迎在留言區交流你的看法。廣東話版本，歡迎分享、按讚及小鈴鐺。以上分析基於公開信息，市場資訊複雜多變，以上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決策請結合個人風險承受能力。